台南市观光旅游局新南向旅游导览人员培训计划，是为了持续培养具备多国语言以及跨文化理解的专业导览人才。针对有心投入观光产业新住民、新二代以及外籍学生进行培训，未来自新南向国家的旅客提供更加专业、友善的旅游服务。我们看到这个新住民呢，其实是我们未来这个新南向政策可以来推动台南观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力军所以在陈老师陈冠洲老师的这个指导之下，那在我们中华台越的这个关怀协会的协助，我们来顺利的推动4年。目前的今天就是一个第4年的一个成果的一个展现。我们台湾呢，不管新住民、移工、学生，这些东南亚的国家，在我们台湾已经有将近100万人了那我们如何呢，让再结合我们在地他在这生活台湾的优势，我们透过这样的训练，可以让他们更了解我们台湾的美，而且把这个美可以透过他们的表达方式、他们的语言传递给他们自己的同胞乡亲，让他一起来体验我们在台湾的美。培训课程涵盖台南文化历史介绍、导览素养、旅游行程设计、带团实务、户外导览解说以及影像制作等等。课程内容丰富多元，让每一位来上课新住民姊妹拢收获满满。大家好，欢迎来到台南。因为我老公家他们不是台南人，所以我有空也会叫他们来。你周末要不要来台南？我带你出去玩。然后其实我老公他是高雄人，然后来台南工作已经快10年了，但是他还没有去过孔子庙，还没有去过赤坎楼。但是其实就趁着我这次学习的机会，然后我就介绍他更多台南的美景，帮助我很多，就是让我认识更深刻的台南的律师。对，像是那个台南的公子庙，就是我在知道说，原来台南市的公子庙是一个就是台湾最老的一个庙。对，公子庙对，然后就是盐水意面也是对我印象蛮深刻的，就有带小孩他们去盐水那边吃。透过辅导计划，不但会当协助新住民以及外籍人士提升专业技能，也推广了台南各个观光景点，更会当帮助新住民以及外籍人士融入伫台湾生活，进一步嘛提升了台南各个旅游友善服务。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